最近香港生蠔連環中毒事件，令到幾十個人上吐下瀉。睇晒呢條片，我保證你能夠徹底掌握行家揀生蠔嘅保命秘訣。以後食生蠔只有享受，絕對唔會再中招受罪。最近呢段時間呢，香港嘅新聞版面呢，簡直俾生蠔霸佔晒。唔係邊度又開咗一間平價自助餐，而係連環爆發嘅進食生蠔中毒事件。短短幾日內，累計已經有接近40宗確診個案。想象一下嗰個畫面，前一秒仲喺餐廳入邊吹緊冷氣，飲緊白葡萄酒，品嘗緊高檔海鮮，下一秒就直接抱住馬桶，懷疑人生，上吐下瀉，甚至要入醫院打吊豆漿。面對呢種突如其來嘅食品安全危機，香港市民嘅反應呈現出一種非常極端嘅兩極分化。如果你去條街度採訪，一部分人已經俾人嚇到面都青晒，係咁耍手兼鏈頭，表示短期內絕對唔敢再掂任何生冷嘅海鮮，就算係倒貼錢請佢哋食都唔去。但另一部分人就覺得完全冇所謂，甚至帶住啲自嘲嘅口吻話：而家呢個環境，平時食個外賣都唔知入邊放咗啲乜嘢科技與狠活，食生蠔出事都係運氣唔好啫，要食都係要食。喺元朗經營生蠔專賣店香港生蠔關注組嘅店主 Wilson， 可以話係最清楚最近市場動向嘅行內人。呢次嘅中毒風波簡直就好似一粒炸彈抌咗入香港嘅海鮮市場。Wilson 坦言，因為呢啲負面新聞，今年情人節加埋農曆新年嘅黃金檔期，生意受到咗非常沉重嘅打擊。如果攞今年嘅數據同舊年同期做一個直觀嘅對比，營業額足足跌咗一半。本來係情侶約會、家庭聚餐必點嘅高級食材，而家卻變咗好多人避之則吉嘅毒藥。但係危機背後往往藏住資訊差。Wilson 強調咗一個非常關鍵嘅事實，呢個亦都係好多普通消費者根本唔知嘅。目前香港市場上真正出事導致幾十人中毒嘅生蠔，絕大部分都係嚟自韓國嘅特定批次。更重要嘅係，嗰啲出事嘅韓國生蠔供應商，目前已經俾相關部門叫停咗，根本冇再繼續向香港市場供貨啦。亦即係話，而家只要你唔係去嗰啲來路不明嘅無牌小販度食，正規渠道嘅風險已經大大降低。呢度就涉及到一個普通人買生蠔嗰陣一定要注意嘅硬核標準：衛生證明書。一間靠譜嘅生蠔店絕對唔會對生蠔嘅來源遮遮掩掩，佢哋進貨嘅每一批生蠔都必須帶有官方出具嘅衛生證明書。呢個就好似生蠔嘅護照一樣，可以精準追蹤到佢哋究竟係喺邊一片海域生長，邊一日被捕撈上岸嘅。只要來源地清晰可查，消費者俾錢嗰陣心入邊就有底。呢個遠比聽老闆拍心口保證要靠譜得多。既然知道咗大環境嘅風險係可控嘅，咁落實到具體操作上，當你面對一碟啱啱端上台殼都未完全撬開嘅生蠔嗰陣，你點知佢係新鮮肥美嘅頂級貨，定係已經變質發臭嘅毒藥？千祈唔好以為所有生蠔睇落都係一樣。新鮮嘅生蠔同變壞咗嘅生蠔喺行家眼入邊，簡直就係白晝同黑夜嘅對比。Wilson 教咗大家3個非常實用，而且完全唔需要任何專業儀器，普通人用肉眼同手感就可以即刻分辨嘅絕招。第一個判斷標準就係睇佢嘅反應能力。當生蠔啱啱被蠔刀撬開嗰一瞬間，佢嘅生命力係完全可以被感知到嘅。你可以攞起嗰把蠔刀或者係乾淨嘅叉，輕輕地去掂一下生蠔邊緣嗰一圈，帶啲黑色嘅裙邊。如果你掂佢一下，嗰個裙邊會好似條件反射咁微微收縮，仲會喐，咁就證明呢隻生蠔係非常新鮮嘅。佢喺被端上台嘅呢一刻依然保持住生命活力。相反，如果嗰圈裙邊好似死豬唔怕暖水燙咁，你點戳佢都毫無反應，軟綿綿咁攤喺嗰度，咁你就要提高警覺啦。
第二個判斷標準，亦都係對比最烈嘅一個地方，就係生蠔嘅腮位同裙邊顏色。你向生蠔肉鄰近背柱嗰個部位睇，即係佢嘅腮部，一隻健康新鮮嘅生蠔，佢嘅肉質顏色應該係自然通透嘅。但係如果呢只係一隻已經變壞、開始滋生細菌嘅毒生蠔，佢嘅腮位會呈現出一種非常唔健康、混濁嘅粉肉色，睇落就好似充血咗咁。與此同時，你再睇下佢外圍嗰一圈裙邊，原本應該係非常鮮明、有光澤嘅黑色邊緣，而家會變得顏色發淡、發灰，甚至邊緣開始模糊不清。呢種視覺上嘅反差極其強烈。只要你見過一次好生蠔嘅樣，就絕對唔會將呢種變質嘅垃圾塞入口。第三個判斷標準係教你點樣揀到肉質最飽滿嘅極品。好多人去買生蠔，以為殼越大肉就越多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巨大嘅誤區。真正決定生蠔肉厚唔厚嘅，唔係外殼嘅長短，而係外殼嘅弧度。你喺挑選嘅時候，要將生蠔攞喺手入邊側面觀察。如果呢隻生蠔嘅外殼睇落非常平坦，好似一塊搓衫板咁，嗰度入邊十厘九支係乾巴巴嘅瘦肉。但如果你見到佢嘅外殼表面明顯向上凸起，弧度非常深，好似一個細碗咁，呢個就代表住入邊嘅空間非常大，包裹喺入邊嘅生蠔肉咧，絕對係吸飽咗海水，肥嘟嘟、圓潤飽滿嘅。買生蠔揀凸起嘅殼，呢個就係保證口感厚實嘅黃金法則。將點樣避開毒生蠔嘅底線問題解決之後，我哋終於可以嚟談下點樣享受生蠔啦。喺香港，識食嘅人對生蠔嘅產地係有一種近乎執着嘅偏好。喺眾多產地之中，日本蠔同法國蠔絕對係佔據統治地位嘅兩大流派。呢兩個產地嘅生蠔，無論係由外形、口感，定係喺口入邊爆發嘅層次感上，都形成咗極其強烈嘅對比。如果你係一個啱啱開始嘗試食生蠔嘅初哥，又或者你係特別驚嗰種濃烈海腥味嘅人，日本生蠔絕對係你嘅首選。日本生蠔俾人嘅第一印象就係極其清甜，肉質無比飽滿。佢哋嘅外殼通常生得比較狂野，凹凸不平，形狀各異。一口咬落去，你最先感受到嘅係一種非常清爽嘅甘甜味。嗰種甜唔係加咗糖嘅甜，而係一種帶住海洋純淨感嘅新鮮味道。跟住係豐滿軟嫩嘅蠔肉喺口入邊化開，汁水四溢，完全唔會覺得漏。相比之下，法國生蠔就係俾嗰啲真正重口味嘅老饕準備嘅。法國蠔嘅特點極其鮮明，就係味道異常爽口，而且帶住一股極其濃厚霸道嘅海水風味。法國嘅生蠔供應商喺出廠前通常會進行非常嚴格嘅篩選同分級，所以你見到嘅法國生蠔，無論係一打定兩打，佢哋嘅尺寸同形狀幾乎都差唔多，排列得整整齊齊。外殼表面咧，亦都相對比較光滑。當你將一隻法國生蠔滑入口嗰陣，最先衝擊味蕾嘅係一股強烈嘅鹹鮮嘅海水味，甚至會令你覺得有啲鹹。但係只要你咀嚼幾下，嗰種爽脆嘅口感就會顯現出嚟。緊接住，鹹味會迅速轉化為一種複雜嘅礦物質味道同悠長嘅甘甜。呢種先鹹後甜、層次分明嘅味覺體驗，係日本蠔完全提供唔到嘅。唔單止產地有分別，季節嘅對比亦都同樣重要。而家正係食生蠔嘅好時機，因為喺冬季，嚟自北半球嘅生蠔，例如歐洲嘅法國蠔同亞洲嘅日本蠔，為咗過冬會儲存大量嘅脂肪同養分，呢個時候嘅品質係最佳嘅，肉質最肥美。而如果等到咗炎熱嘅夏季，北半球嘅生蠔進入繁殖期，肉質就會變瘦變柴。呢個時候識行嘅人就會將目光轉向南半球，去食正處於當地冬季嘅南非生蠔或者澳洲生蠔。順應季節食生蠔，先可以永遠食到最巔峰嘅狀態。最後，好多人買生蠔返屋企自己開，或者喺鋪頭睇師傅開完之後，總覺得入邊有碎殼或者睇落唔乾淨，非要攞去水龍頭下邊用自來水或者滾水沖洗一下。
呢個喺行家眼入邊，簡直就係暴殄天物啊！生蠔殼入邊自帶嗰啲水，嗰啲係生蠔生活海域最純正嘅精華海水，亦都係生蠔鮮味嘅靈魂所在。一旦你用淡水去沖洗，生蠔嘅鮮甜味同嗰種獨有嘅海水鹹香，瞬間就會被沖刷到一乾二淨，肉質亦都會變得索然無味。正確嘅做法係，開蠔嘅時候，如果跌咗碎殼入去，直接用生蠔自己殼入邊嗰啲海水，輕輕地將碎殼洗走，撇出去就得啦。只有咁樣，先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住生蠔最原始、最新鮮、最巔峰嘅靈魂味道。